记者表明，且目记者表明，两日记上检点他人是非不得言，说道德行仁义，维护农业天甲地甲天，有愧有拢拢地甲天，平心静气，平心静气，普尽众生一善缘，普敬众生结善缘，天心独治，天心独治，永远不改变。永远不改变。这个是最后一句我最后我刚才来谈的这个词汇，真实的叫保持人心自然。我感觉这个，你看这个内底对你也是我感觉，你互我咧看，保持两件事，互我最大感觉，从来保持，你感觉，你这心好还是不来？你若拄着代志，要搁保持，我感觉。所以要看出一个人的境界对看，你就变，留意个时阵，平常你好，毋是个平你看这个是毋是真好，毋是真好，你看会好，你就紧来对看，无你就等待嘛好，你真你要等待嘛好，要等待嘛，怎么会就是不必？大家做咧嘛，有代志有代志，当你看这个行为，你感到对。有利益冲突的时候，你就避免；不避免的时阵，不避免，是不是都避免？我是我发现这呢，但是咱们来说，公司讲来讲，爱情有医生啊，爱情医生，我回来家开这表示啊，这个对的。来记住，你来记住话是前面爱死，你放心点，你个理解。到市内实在是无好市啦，实在条件好歹啦，实在是歹市啦。因为咱拢已经当中拍败，已经拍败，所以讲心嘛，迄个心就是讲来动，安尼个心，安尼贴安尼个心嘛，安尼日常生活之中，遇着偌济你哪无家己，都是斗阵起来看着啥，听着啥，我就是遇着啥物代志，我心足烦的。我想起来足奇怪，咱拢拄着做这个介意嘛。这修行来讲，大意你无介意，我介意就对啦。所以讲，迄个字，不要道理，底是讲要听出一个感觉。一年内底，你若较认真诶，我嘛上班，3到日底，我甲你听到，你会当一年内了解这地方。较认真诶吼，你讲我认真。看爱个努力，一年内底咱已经看，可能家里的知识会很多，很大。10年内咱讲10年内底咱看这个地方，所以讲这个我们看无，咱看嘛，这个咱不是，咱第二个有这咱有经济，你家己听，我来讲有意的经济，有意的经济。我在无见到个无意，